啊，你是安怎那无要来换衫咧？咱赶几啊天的路径，今仔日才到年山祠馆内，咱已经也拜过孔夫子，也拜先生。先生讲明仔载透早就要上课，毋着较早休困啊。娘仔，我想，你想啥物？我想讲，哎呀，有啥物代志明仔载再去讲。已经赶路真忝啊，紧去换衫。唉，娘仔，无我想讲要家己搁住一间房。贤弟，你要家己住一间房？敢讲你无愿意甲牛仔住做伙先？贤弟，先生也讲过啊，这个学堂的房间真少间。来住伫即个学堂的真侪人，伫我想也是咱兄弟住同一间，互相也听研究词经，敢无较好？啊无眠床顶，互娘仔你困，我困涂骹就好啊。这要哪会用的呢？什么我困眠床顶，你去困眠床骹咯？哎呀，咱也是兄弟，知足离民呐。地足离民，是啊，比较较方便。方便。咱兄弟若要讲话要讲笑，敢无较方便？无咯，我袂用甲你地足离民呢。是安怎袂用的？我是一个，一个什物？就是讲，我自细汉都拢家己一个困惯势啊，恐惊甲人困做伙，会困袂去啦。哦，啊若安尼讲，后摆你娶某，你嘛毋敢甲恁某困做伙咯？我，哎呀，贤弟啊，紧去换衫，好休困咯。哦。贤弟，等你这伫创啥的？以鸿万一。以鸿万一，是啊，万一是啥物啊？因为我困去，会足歹困的，惊迄踢到娘兄，安尼就歹势咯。哎呀，这哪有啥物关系？咱是兄弟，假使互你踢着，我也袂去怪你啊。你袂怪我，我会惊你啊。你惊我啥物呢？我惊讲娘兄你若困去，啊你骹钱拳头过来，换我会困袂去嘛。哎呀，我困上好困啊！我若困咧倒地吼，一醒拢嘛到天光才有精神。免啦，我用这个。无咯，安尼也是比较妥当。对啦，娘兄，无安尼，咱以现金计价，什么人骹手啊若冲过来，迄个人爱互罚。罚什么？这娘兄。对袂乱春咯。那安尼就好啊，囝仔就惊罚嘞。无咯，贤弟啊，求学期间无算题啊，风当初这呢济啊个，万一若发着。
着娘兄。哼，想要罚着我，敢无遐尼真简单啦。哦，但愿如此。我想哦，罚的人敢毋是我，会是你。明心嘛，无道理，你来包好放在眠床的是要叫我安怎困啦？咱这点眠床要困，咱两个根本就强要困袂落去啊！这包好哪会用放在遮啦？摕走啦，摕走啦！袂用的啦。哪会袂用的？这包好也毋是无所在通互你放啊，是安怎一定都爱放在眠床？这内面拢是重要的物件，袂使凊彩下呢。哎呀，银心嘛，咱这个学堂内面呐，绝对袂有贼啦，你放心，凊彩甲放咧袂要紧。啦，我就敢若要放在遮啦。哎呀，你放安尼，是要叫我安怎困啊？好嘛，我无互你家己一人困啦。啊？金心嘛，无你要去倒位啦？我困路骹。哈？袂用的啦，咱干那一领被尔。无陪互你教嘛？安尼还佫较袂用的，你无教被困，万一若寒着是要安怎？好啦，包好放眠床就放眠床嘛，来困啦。我要甲你教被啊！免啦，我去叫教啦。你莫甲我磕着啦。好啦，你毋通互白叮当有听无？好啦，莫遐大声。你这个人哦，有够奇怪啦！迄若你是也着好好，若敢暗是啊，着拢全你的出头了了。莫磕着就莫磕着哦。我为来读书。
着故意改啊！冤故的改，世界温满迄个牛兄弟。我大声呼伊啊，罚一摆，以后伊就毋敢还过来。好，你互我抓着了。你哪会自我的骹甲我拖过去？嘿，是你家己翻过来，毋是我叫你拖过来啊！你家己说的咧，你头一摆互我发着了。发就发嘛，为伫是用一寡纸墨笔分互遐同学，嘛免用偌济钱啊。贤弟，你伫受气外甚？无啊，好啦好啦，咱兄弟也无别人啊啦，哪着这个真认真？我卖发的就是，这卖阁用这条路啦。无咯，这规矩是我设，讲法一定爱法。贤弟，你意思一定爱发？我袂用咧讲话无算话嘛。这是莫怪啦，恁兜有钱人发一点仔这个纸墨笔，互学堂的同学，你当然无要紧。假使若去发着我，迄我都无法度。娘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袂用咧言出无信。后摆是换我要掠你，你家己爱较小心咧哦。掠我？你做你放心，我是一个上好困的人，一困咧就到天光咯。要掠我，保你掠我袂着。上好是掠你袂着，也若无掠着你，惨